大家好，我係 Peter Key，又叫奇哥。今日呢係2026年1月4號星期日，祝大家馬年身體健康，馬到成功。今年呢股票可以賺大錢。我又開始分享巴菲特嘅投資嘅智慧啦。咁呢今次要講呢，就係分享巴菲特一生人入邊呢，話自己最重要嘅兩條投資嘅規則，可以話佢嘅金句。咁咧呢兩個規則呢，其實呢聽起嚟就好簡單嘅。咁咧你聽完之後呢，你會覺得就係咁簡單啊？咁咧我可以同大家講呢，負責人講呢。我自己喺1972年投資香港股啊，經過好多次嘅大上大落，咁呢就發覺呢，就好多人小股民呢都係輸錢嘅，因為唔係我哋大家唔蠢啊，而係呢我哋忘記咗巴菲特冇嘅金句。咁呢佢嘅金句係乜嘢呢？佢第一句呢就叫佢原文咧就叫 Never lose money 或者 Don't lose money， 中文就係永遠唔好輸錢。咁咧有好多人就話笑啦投資點會唔輸錢㗎？係咪啊？就算你發覺嘅巴菲特投資啊，佢都係會輸錢嘅，佢唔係贏嘅。最近即係呢一季咧，上一季咧，佢買咗兩隻股票。一個咧係健康保健嘅股票，同埋一個能源股票。咁佢買入咧，佢都係到今日咧都係輸錢嘅。因為我知道我有買入佢嘅股票，我仲低價過佢嘅。咁但係其實巴菲特嘅意思咧，就唔係話股價即係短期嘅上上落落，而係講永久性嘅長期性嘅資本損失。咁咩叫永久性嘅損失呢？即係你買咗你買股票呢，佢話呢就係買咗一盤生意，你係呢個生意嘅股東，你就要知道呢個公司，你係公司嘅本身嘅質素差唔差，有冇錢賺，同埋有冇現金流，同埋個管理層點樣，或者你買得唔合理嘅價錢，或者係太貴嘅，咁你好嘅股票咧都未必賺到錢嘅。再加上咧，如果好多投資人咧俾人咧用勸咗用呢個孖展去買股，咁咧呢樣嘢咧，你如果輸咗落去咧，你就永不翻身嘅。咁例如咧，如果一個股票咧，你發現一年內咧都可以上落5成嘅，咁如果佢跌咗5成咧，你要1%賺翻100%嘅。咁啊，就算巴菲特佢個股票啊，都有3次咧跌到50%嘅，你可想而知咧，佢其他啲股票咧公司係會點嘅，可能跌到破產都唔定。咁咧，巴菲特咧都成日強調一樣嘢，佢話投資唔係比賽，唔係鬥邊個賺得快或者賺得多，而係咧係要長期嘅戰鬥嘅。咁佢投資最重要嘅係咩呢？係要你喺個市場夠忍耐力夠嘅，同埋耐。咁咧喺呢段時間咧，你仲要唔會犯大錯喎。如果一間公司咧，時間咧就會幫佢賺錢嘅。如果你有任何一次輸得太重咧，你連等嘅機會都冇啦，你永不超生啊！即係你好多時咧話嗰啲經紀佬話 cut loss， 你 cut 咗 loss 咧，即係你已經係輸咗錢嘅啦，你幾時可以翻身都唔知道。OK， 咁咧我而家繼續講講。咁咧第二條規則金句，佢話never forget rule number one， 即係咧永遠唔好忘記第一條規則，就話唔好輸錢嘅。咁點解有第二條咧？因為咧好多投資者，尤其是我哋香港嘅投資者咧，我哋好易健忘嘅。
響牛市賺到響熊市輸咗錢，但係牛市翻嚟咧，個市況好咧，嗰啲人咧又想賺錢就心紅咯喎。咁你話你又會話啦，呢次唔同啊，咁個市唔會跌噶啦。但係咧危機咧就永遠往往就喺你前邊發生噶啦。你亦有信心咧，佢睇錯市咧，你亦都跌得最重，高價入市。咁我自己投資咗50幾年啦嚇，經過由1973年到2022年啊，咁經過咁多次嘅股災啊或者熊市，同埋咧我響幾年前咧買入一個30幾年朋友嘅股票，佢係個主席嚟嘅，都係要可以輸錢嘅。咁我話我可以同負責任同大家講啊，每一次跌市啊，輸得最慘嘅唔係一定新手，可能係嗰啲而係嗰啲太自信嘅投資者，包括機構嗰啲投資者都係一樣可以輸錢嘅。唔係佢哋係老手都一樣好。咁有啲人咧就以為自己好了解個市場喎。唔去留意公司，咁咧有啲人覺得跌咗落去咧，聽消息嘅就追熱門股嘅，咁越高越追，咁咧我有講3個，即係我哋咧喺香港咧日日都可以睇嗰啲股票經紀佬講股市，咁咧有3樣嘢，日日都可能係陷阱嚟嘅。其中有三次咧，我諗你哋都記憶猶新啊！第一咧就有嗰陣時有人話有隻股王可以升到1000蚊嘅，卒之未去到800蚊啊，已經跌翻去一半有多。咁咧你可能知道邊隻㗎啦？我唔講佢名，但係有另外一隻股咧就話佢會上市嘅，咁佢股身本身咧就會可以升值。點知咧就係俾國家嘅機構就IPO 之前咧一日咧就 stop 佢。仲有一樣咧仲可以搞笑咧，我哋嗰時個溫家寶總理啊，佢響嗰時候咧就話提議呢個國內嘅投資可以買香港股票，咁咧叫港股直通車。嗰陣時佢提出嚟嗰陣時咧，呢個港交所咧亦都升到砰砰聲嘅。咁之後咧佢自己親口話停咗呢樣嘢，咁你知道嗰個結局係點嘅啦？買咗港交所咧輸到趴街。咁咧如果你翻轉頭睇咧，馬後炮睇咧，我覺得咧，我哋唔係唔識賺錢啊，而係咧我哋咧忘記咗巴菲特嘅金句鐵律。所以咧，如果你問我，咁普通我哋嘅小股民投資者可以點樣做啊？咁咧，我就會建議你3樣嘢嘅，係建議巴菲特嘅3樣嘅建議。你只要買你明白嘅做生意嘅公司，佢係做乜嘢，佢點樣賺錢啊？咁咧你要了解呢間公司，你先入答。第二咧，你就唔好用唔合理嘅價錢或者太貴嘅價錢去追呢啲公司。就算一間好好嘅公司啊，即係獨市生意嘅公司咧，你如果買得太貴咧，佢都可以跌落嚟嘅。所以咧，你要留個安全邊際。換句嚟講咧，你要用一個合理嘅價，低過市面價，最好係能夠係5毫子買1蚊嘅股票。嗱，呢樣嘢你話點樣得啊？你睇睇每年嘅每隻股嘅上落都有時超過50%嘅。咁咧，我有機會啦，下次再講呢個叫咩叫安全邊際。第3咧，就千祈唔好借錢去炒股票，即係話唔好做孖展。你有時見到咧個股票升得好犀利咧，你就借錢去買，但係咧有一日回調之後咧跌咗一半咧，你就真係輸到破產㗎啦。你買股票唔係一定要聰明，但係一定咧千祈唔好犯錯。如果你唔犯錯咧，你就有機會賺錢。
所以咧，巴菲特嘅成功咧，唔係因為佢係聰明，而係佢有紀律、有研究，佢嘅犯錯機會咧少咗好多。包括咧，佢有個即係知己60年嘅知己查理芒格 Charlie Munger 就響幫邊提醒佢亦師亦友嘅，所以佢犯錯嘅機會咧少過我哋股民好多嘅。其實咧，投資就唔係好複雜嘅，難在咧你係忍得住貪心，記得風險，唔好盲目去追股。咁咧，如果你今日講到呢度，咁啊其他有好多嘢可以慢慢再發揮嘅。如果你講嘅今日嘅片咧對你有幫助咧，咁咧希望你係繼續睇我個頻道。之後咧，我會同大家分享多啲嘅巴菲特嘅投資智慧。咁咧我就多年嘅經驗。咁啊，多謝大家花時間睇我片。希望咧不久將來咧，我哋有機會再見面，再拜拜，祝大家健康。